美中贸易战，美国对中关税致使咱台湾济产业就要重新布局。伫这个无平静的时代，靠大工起价工厂，因的第二代要安怎找出新出路？下午7点半，公司台记台청춘咱的梦来看这个头家囝因安怎面对经济的变局。美中贸易战，美国对中关税等等的问题，致使台湾济产业高不离中，都要重新布局。高雄工产是台湾真出名的螺丝壳。英国是靠大工来外销，等下这班的头家囝，要安怎伫这无平静的时代，甲脚步徛好在，是互企业会当延续落去关键的议题。阮美国才50%，欧洲40%，其他10%已经是看量啦。即马是差不多，比作是咱是服务业啊，看品质稳定、交期准时，你也服务人客。传统产业若要转型，会当行的路是较有限。有的下落钱伫设备做自动化，甲产业的升级。毋过对资本无济中小企业来讲，一般拢会为成本较低的数位转型开始做。大部分的现在的2代啊，其实他们都生活在就是网络世代开始的，对网络世代，所以他们对于这个数位化、数位转型，其实接受度是非常非常高的。选择等下接班的第2代，大部分拢会去参与聚会、商会，互相交流经验。因除了面对转型的压力，更较大的挑战是甲厝内时代沟通。爸母讲，我要把这个事业放互我的囡仔，我想要放互恁啊。毋过其实讲来，可能80%拢无想要放吧。困难的毋是安怎做事，你安怎去说服因要去做这件代志？因为感觉讲哦，风险足大的，阮即马敢若袂用安尼做吧？安尼讲的有人袂买。因为少子化甲欠工的关系，传统的制造业早就毋是少年人的选择。第2代等下接班，因要顾的毋但是生理，更较侪是企业经营的社会责任，也阁有咱台湾产业的发展。记者吴天虎、林建如综合报道。